这礼拜来咱报道上大牌是邵大伦大练的吼，嘿，边个咧访问伊？毋知是伊咧访问我，还是我咧访问伊啊？啊，唔免分啊，阮都共款种主持人嘛吼，共款是伫咧报道联播网内底做这个 DJ 哈，嘿，拢是直接服务大家啦哈，所以只要听到我们声音，你觉得热闹热闹，轻松轻松，买单了解，这是邵大伦上新的专辑，大家拢就欢喜的哈。好，底下哈，咱先来听《永远再会》这首新歌，听说了，咱共款来甲邵大伦大练的开讲。爱情的风，先甲阮头壳戆，行毋着路，爱甲这呢勉强。一解爱情的伤，提醒阮莫搁讲，赶紧精神，毋通失去方向。为情为爱，甘愿予你。拖咧苦苦总，换来一场要死要活无情的错路，将生命海誓当作是笑话，嘛免怪缘分哪会遐呢短，拢是感情债。看破带做伙，我从今以后无要搁受罪，无需要计较，目屎流几暝，放你自由飞，我免搁再夜加，最后对你讲一声，永远再会。爱情的伤，提醒阮莫搁讲，赶紧精神，毋通失去方向。为情为爱，甘愿予你拖咧苦苦总，换来一场要死要活无情的错路，将生命海誓当作是笑话。免怪缘分哪会这呢短，拢是感情债，无必要搁收回。你的情，你的爱，拢看破带做伙。我从今以后无要搁受罪，无需要计较，目屎流几。受罪，无需要计较，目屎流几暝，放你自由飞，我免搁再夜加，最后对你讲一声，永远再会。
来咱波多熊大白是邵大人大人的哈，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喜欢他跟大家讲笑话，好讲一个笑亏啊，跟大家开讲一介绍一个歌，啊讲一下新闻的哈，大家拢感觉就好的哈。但是说真的，伊咧唱情歌的时候，你真就该听啊，他有很深情的部分哦，这就是代表着他的生活的历练当中哈，通常在感情这一块也不是很顺利了哈。否认还是承认？装傻，没有啦。我讲装傻是最笨的，为什么呢？电台看无形影啦，你装傻你有毛？我跟你嘛无同款呐，我无偶像包袱呢。我没有偶像包袱。说真的啦，嘛是讲感情顺不顺啦，是讲要唱出这样的东西，我是觉得要站在一个立场啦，就是将心比心。有经历就有经历了，还什么立不立场啊？如果真的没有经历的话，立场是揣摩的。有啦是有啦，对啊，给我怕干呢，一直会讲啊。没有啦，其实对我来讲，这一首歌曲呢，应该也算是写歌老师他的故事。是哦，对啦，那我大概知道写歌是谁呀？我们就暂时不讲狼鬼哈，但也告诉我真了解，嘛知影讲啊，这种情形其实可能会发生在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，我们都不乐见嘛，也不希望感情会碰到这样的事情。但真的碰到的时候，那种痛彻心扉感觉，我们可能人生一定都会经历过一些痛彻心扉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就是期待你的回来，可是你回来的时候，如果刚好是回来收拾行李又要走的话，对，哇，那好痛啊！对呀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人啊最怕我们当面这么近的距离是无言的，就是你不知道要说什么好的哈。你像每个人都有自尊嘛，而且现在人都很自我啊，大概想法都不赶快对吧哈？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靠歌曲来表现。是啦。然后听邵大伦的歌，你爱真就给他听哈。觉得这礼拜我们介绍好多种不同的曲风，但是我就突然发现说，你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个唱歌的方式哈，你有好多种表情啊。比如说你喜欢有放一点的唱法，对，在副歌的地方有嘛哈？那也有那个很收敛的唱法。其实这就是我较极端的所在，就收到人的唱歌其实收的时候很收啦，放的时候很放。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特色。我伫咧唱较轻的，比如讲我的主歌跟副歌时阵，你这样听到落差很大，两种无同款的共鸣。嘿啊，我可能我伫咧主歌时阵，我比较习惯把唇齿音放多一点，但是到副歌时阵，我的胸腔啊，我丹田的共鸣就会足重的。对，但是我希望讲，这是我个人我的想法，我的唱法。那我是希望大家可以，也可以欣赏一下啦。不错，很好啊！我当现在讲肉霸崩卫星也要配一个那个下水下水汤嘛，对吧？对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外副歌是下水汤啊。无啦，你无咧，外副歌内面有经过歌啦，唱甲规个拢心肝，就是说要有一些搭配啊，不然整个歌曲听起来会太平了一点。也是，我觉得这点就要跟邵大人好好学习一下。他在想歌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他整个人一掉进去的时候，他变得好震惊啊。然后你突然间变得一个好像在自我空间里面游荡的一个。游魂，飘动的灵魂，没有，就是你会在自我的空间里面稍微游荡一下，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表现哈。我就觉得说，你真的有做艺人的特质呢，威然哈。这是不是跟你以前在学校学的戏剧有关系？就是要在短时间进入到一个情境。其实我觉得我从小时候就还蛮容易放空，在幻想一些事情的。我上课拢无咧专心，但是我可能我会摕一支笔，开始咧我纸顶面咧画图，就咧画我即马咧想啥物我就画啥物。所以我上课才40分钟，我差不多半点钟全部拢咧画图。规张纸全部都画甲是安尼画巴厘鸟。所以你课本顶头嘛是啊，拢是图。系啊，迄个国父的喙鬚拢变长的啦，有头毛的啦。只要有想到了，你就把它画下来。我是感觉讲对艺术的这行工作，只要是从事艺术的人的想象力都很丰富啦。对，那我以前我是比较不懂得去控制我的想象力，所以我很容易一开始想象就没耍，就会开始不专心，然后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听一个人讲话，一直到长大慢慢训练自己把专注力拉回来。对，那我觉得这个想象力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与生俱来的就有的东西，因为我是最好的武器。